渔光岛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，电信讯号非常的歹，电话常常袂通。当地居民认为，若是发生紧急事件，恐惊会联络袂到外界救援，无奈阁激动表达出在地人的心声。像阮这海墘啊，不是乌烟入来啊！啊，你若拄到人摔的，啊，你要敲电话无敲，啊，要安怎？哦，对唔对？迄是正确，就爱有通信。我当下有听一个家长咧讲吼，甚至3G电条有问题，我有听家长讲这个问题。你若讲正经的啦，你3G电条吼，我感觉吼管教嘛无好啦，甚至这个3G电条来甲改善一下，看是不是安尼来做调整，应设计一下。但因为电信基地台就设伫咧学校对面100公尺左右，互义在国小渔光分校家长非常不满，认为电磁波会影响到囡仔健康，质疑为何当初伫规划建地时无甲学校做好沟通。我唔是光无爱注意嘛，而且校内的收讯嘛不好啊，也不好啊。那原则上现在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点？你不能选择到另外一个地点。我们上次也会看过了嘛，就是在港务局北堤前面那个停车场的位置。对吧？那个距离学校从 Google 看起来也都超过300-400米以上的。真侪议员明代也拢来到协调会关心，希望主管机关甲业者会当兼顾当地居民以及学校家长注重的重点，做出上好的决定。不管是跟业者讨论，里长还有民意代表大家一起讨论，就是说，这个地方大家还是真的觉得很有疑虑了，是不是可以迁到旁边更适合的地方？那我想我们当时就希望以这个目标来做一个努力，因为兼顾讯号的需求，也兼顾孩子的健康了哈。上次也有看，也跟里长大家一起去看，说这个第3批刚但迁移到里面一点，它来在的所在一样会有讯号。啊，不过就是讲要设的时阵吼，这设的当中吼，啊是不是甲地方做好安尼沟通说明吼，啊大家可以接受理解。里长的做法是为着整个规个渔光岛的利益啦。我相信大家今仔日的家长甲里长，你们的观念都是非常正确，可是你的心态拢是对的。林务局也好 ，NCC 也好，通信业者也好，也曾经多次来到这边，一起吹到来对，那个地方是在里面。无人所在，因为一个偏远的道路上面，这个就这边，我们想说那个地方绝对100%没问题的嘛，根本没有人经过那个地方啊。结果唔知起来的时阵发现讲，那变成就是伫咱岛对面啦。协调最后取得共识，家长要求将美化景观的外罩格栅提掉，证明讯号无咧对着学校发射，互家长安心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